2013年7月29號一週投資攻略。我哋睇翻整體金融市場咧，今個禮拜嘅焦點好明顯咧，係一連串嘅新嘅消息，包括咧係央行咧，無論係歐洲央行、英倫銀行，以至係美國聯儲局咧，都係有個議息。而呢個動作咧本身係好大嘅意義，對於嗰個退市啊，以至係拆倉嗰方面嘅啟示咧，我相信投資者咧都係靜心等待緊。好明顯地咧，我哋見得到喺過去嗰2個幾月以嚟咧，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連番對於市場上邊咧做一個期望管理，先係俾大家知道咧退市咧係有可能要提早。咁因為我哋見到個經濟數據咧係持續轉好緊，咁呢一樣嘢咧為當其時市場嘅氣氛咧帶來幾明顯地一個震盪嘅。咁喺過咗個幾月之後咧，當大致上除咗美元之外嘅其他資產都有唔少嘅回調之後咧，我哋見到伯南克咧又再出嚟講嘢咧，係安撫個市場，話俾大家聽咧退市咧並冇一個固定嘅日子。咁我幾肯定咧，今年咧喺佢餘下任期之內咧，都會繼續用呢個手法同大家做期望管理。咁有個心理準備咧，就係當嗰個發言出嚟前後咧，投資者咧可能會有同佢本身信念唔相符嘅一啲現象觀察得到咧，係會出現一個比較驚慌嘅情況。咁有部分投資者咧可能選擇咧佢平倉咧嗰個動作咧係可能會比較急。呢一樣嘢某程度上亦都係解釋得到咧喺今年上半年咧，我哋見到喺無論係日本嘅市場或者係金市，以至係其他個別嘅股份啦，例如香港裏邊嘅一啲防守性股份咧，其實嗰個拆倉嗰個速度咧都係相當快，而最主要都係回應翻咧聯儲局退市嗰個成個大嘅主題。咁所以投資者咧喺今個禮拜咧，我建議咧係用一個比較持盈保泰，亦都係咧相對地咧係要審慎啲等待或者係觀望嘅態度去處理。咁比較值得留意咧就係我自己傾向覺得咧就係只有聯儲局咧美國方面咧先至係有一個真正嘅籌碼係可以做到退市。喺英國或者係歐洲甚至係日本咧，我相信嗰個機會都相當微。咁但係喺地球另一邊廂咧，喺中國內地咧個情況完全唔同啦。其實由過去嗰幾年一路做緊宏觀調控，到而家新嘅領導層上場之後咧，係追求經濟增長咧，係要有個質素，而唔係純粹數字上邊嗰個增長啦。我相信呢個信息咧係相當清楚，無論從個反貪腐嘅角度啊，希望個經濟嘅數字係減少個水分啦，或者到近期咧係對於嗰個貸款利率個下限嘅一啲改革啊，甚至係對於小微企嘅支持啊，到最新係即係有個核數嘅情況等等咧，個意思咧都係相當清楚，就係寧願個增長咧係慢少少，咁但係咧長遠嚟講咧，調結構或者促改革咧係一定要做，並且呢個重要性咧相對於穩增長嚟講咧係更加緊要。咁當然啦，睇翻過去嗰個幾禮拜，投資者咧關心內地嗰個唔同嘅官員出嚟講嘢，關於嗰個保底究竟個底喺邊度咧？呢一點而家暫時咧，投資者已經係有心中有數啦。因為當大家知道未來10年要整體上邊要翻一翻咧，好簡單嘅數學就話俾大家聽，每年起碼複息增長要7%。咁我相信呢一點咧已經係令到投資者有一定嘅安心。個底咧就唔係去到6.5，而係去到7咧，就應該已經係有所行動。咁但係而家暫時我哋見到上半年起碼2季咧都係高過呢個數字相當多嘅。咁所以暫時亦都唔會咁容易見得到有一啲刺激性嘅一啲財政政策措施出嚟，而同一時間咧反而係會繼續加深改革嘅力度啦。咁我相信即係最近嗰個核數嗰個事件咧，應該係會對市場咧，尤其是 A 股方面咧係會有比較大少少嘅一個即係心理上面嘅影響喺度。無論如何咧，我相信喺美國以至環球市場有退市嘅一個即係大嘅主題，而另一方面喺中國有一個比較明顯地放緩嘅一個主題咧，夾埋起嚟咧，其實中線嚟講咧，整體個市場咧係比較難去即係買入咗，然之後咧長揸，無論係邊一隻資產咧，都係今年咧應該只係能夠炒一個短線嘅波幅區間，而往往咧，如果你睇翻對比起之前嘅對上一個嘅高位咧，我哋見到啲高位咧往往係向下移。
整體個區間上邊咧，對於唔少嘅風險資產咧，都係有所見得到咧，係向個通道係向下。咁呢一點係好緊要。咁同一時間我哋觀察得到咧，喺啱啱對上嗰個禮拜咧，係日元咧喺禮拜五嘅時候咧，係有幾明顯地咧嗰個勢頭咧係對美元咧係做翻好。咁呢一點咧，亦都係回應翻過去嗰2個禮拜咧，美元咧持續係偏弱。咁去到比較後段咧，我哋見得到咧，先至係美元同日元咧係有少少輕微嘅反向嘅關係。最初咧，我哋初段我哋見得到咧，美元日元咧基本上係一齊對其他嘅貨幣咧係有所轉弱。咁呢個係幾重要一點，因為我哋睇翻咧過去嗰2個零禮拜咧，整體個風險資產市場咧都係有所回穩。呢個就係同美元嗰方面咧嗰個量化寬鬆退市嗰個速度咧未必會加快。伯南克出嚟安撫呢一樣嘢咧係個時機上相當吻合。咁但係隨住日元咧再次係有比較強勁上升動力咧，要小心呢個拆倉嘅動作會幾明顯。其中一個主要拆倉嘅地方當然係日本股市啦。咁呢一樣嘢咧喺第一、第二季咧已經係見得到幾明顯嘅效果出嚟。咁而影響所及咧，其實包括係港股咧都係面對住呢一個咁嘅即係影響力喺度嘅。比較要小心咧，港股其實由6月25號嘅低位19426咧，一路翻到目前而家去到22000點先至見到比較明顯啲嘅一個阻力咧。其實反彈幅度咧已經超過2000點有多，甚至係2500點附近。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其實嗰個阻力咧已經開始近，尤其是係去到22500點呢個位咧，係之前喺度都同大家介紹咗好多次。我相信亦都係中線嚟講咧一個比較重要啲嘅阻力嚟㗎。咁暫時嚟睇喺今個月底咧，期指結算嘅一個影響底下咧，港股有機會喺業績期啊，以至係迎景迎起一連串嘅消息嘅底下咧，相對嚟講會喺一個區間度21500至到22000點之間去做一個徘徊嘅整固嘅格局，成交應該係會偏淡嘅。咁個別股份可能會有比較大啲嘅波幅啦，但我相信整體嘅氣氛咧略為偏淡，咁亦都係同個成交咧係顯著減少咧係同步嘅。咁除咗係港股咧，我哋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內地方面可以俾到嘅啟示咧，就係始終對於嗰個即係政策或者國策層面上邊咧，可以做嘅即時會做嘅嘢咧，唔係太多。咁近期見到關於即係太陽能嗰方面咧，咁呢個亦都係見到幫得到咧太陽能嘅股份。咁但係我相信由於佢成個產能過程嘅問題咧係全球性嘅，咁所以即使係有國策保護或者係支持咧，嗰個上升咧都係只係一段短時間嘅反彈，就唔係一個持續嘅升勢。咁其他嘅產業上邊咧，我哋見得到喺資訊科技或者內地叫做係信息消費方面咧係比較好嘅。咁呢一樣嘢喺過去嗰好幾個禮拜咧都同投資者係介紹過，關於內地 A 股不振，但係同一時間咧創業板係做得好。咁我相信呢一點咧已經喺香港嘅科網股，包括係騰訊啊，以至係網龍啊，甚至係金山軟件等等咧，見得到個股價係有相當好嘅表現。尤其是係騰訊啦，我哋見得到係持續做個高位出嚟。咁我相信中線嚟講咧，佢嗰個阿里巴巴上市嘅概念咧，仍然幫得到佢。但係短線嚟講咧，由於係即係開始投資者見到整體大市氣氛轉差咧，咁所以如果你之前買得相對多嘅話咧，其實都值得考慮咧，先行獲利1/3或者1/4先，其他可以繼續揸緊上去。咁除咗股市咧，我哋睇翻頭先都略略提過咧。就係整體嗰個匯市方面咧，見到上個禮拜尾咧，日元係做翻好。咁我自己個人傾向嚟講咧，就要比較留意住，除咗日元作為環球市場拆倉嘅一個參考信號之外咧，另一個咧就要睇個金，因為金咧其實好明顯地咧，由於佢本身係對於嗰個量寬嘅憧憬咧係特別敏感。咁喺未來一段日子咧，如果伯南克或者係整體上邊央行對於量寬態度係略為軟化啲，唔需要咁快去做一個退市嘅手段嘅話咧，有機會咧金價會繼續向上，咁亦都係金價會行先於其他嘅風險資產嘅機會相當高，咁呢個可以作為捕捉其他市場嘅一個指標嚟去睇。咁當然亦都要留意咧，實體經濟始終嗰個增長嗰個情況咧係會影響到譬如好似油價嗰個上升嘅幅度。咁今個禮拜我哋睇得到咧係美國方面咧都有相當多嘅數據出現嘅，咁要小心。之前係做得相對好，近呢一年
以嚟咧係慢慢踏上去嘅油價咧，有可能都會面對一定嘅波動。咁投資者咧應該將個持倉咧略為減少，或者係呢個炒賣嗰個時段咧要盡量縮短個時間，咁避免咧係持倉過耐咧影響嗰個方向上邊咧可能會係影響咗個判斷嘅。